下按你先來認識一下，等一下上課會用到嘅詞彙，大家記得愛聽聽有冇？不見了，唔見得嘞，唔見得嘞。第二個，補辦、補辦、補辦，健保卡、健保卡、健保卡，身份證、身份證、身份證，2寸照片，2寸照片，2寸照片。接下來呢，工本費，我們有2種學法哦，有2種說法，工本費，或者另一種比較道地的說法是共簽，共簽。馬上驗書，驗書。接下來呢，就能抽走的，抽走的。你好，請問愛攀乜嘅？phải咧，我嘅健保卡唔見得咧，愛用格式賬號。你係啲愛到兩位保介麼？錯。補辦需要你嘅身份證，留一張2寸嘅相片，和愛共簽200元咯。驗書抽走在哪度麼？冇按夾，後來會用掛號寄俾你。好，希望你按你來學習一下自己常用嘅對話。第一句，你係啲愛到兩位保介麼？你是在，你係啲，你係啲。我們這裡愛到兩位，愛到兩位。保介麼？保的嗎？保介麼？好，那整句華語的意思呢？是你是在我們這裡保的嗎？你是在我們這裡保的嗎？好，我們現在來說客語哦。你係啲愛到兩位保介麼？你係啲愛到兩位保介麼？我們現在來下一句。補辦需要你嘅身份證，留一張2寸嘅相片。補辦需要你的身份證跟一張2寸的照片。補辦需要，補辦需要，補辦需要你的身份證，你嘅身份證，你嘅身份證。好。接下來一個字很特別，烙。在客家話裡面，這個烙是摁的，或者是跟。你看哦，什麼意思呢？你嘅身份證烙一張2寸嘅相片，就是你的身份證跟一張2寸的照片。好，我們現在來補學一句話哦。一張2寸嘅相片，在華語的意思就是一張2寸的照片。好，現在整句話哦。補辦需要你嘅身份證，留一張2寸嘅相片。補辦需要你嘅身份證，留一張2寸嘅相片。好，學會了嗎？那我們下一句嘍。和愛共簽200元哦，還要工本費200元哦，還要工錢，還要工本費，和愛共簽，和愛共簽200元，200元，200元。好，整句呢？和愛共簽200元哦，這是在跟民眾說，我還要收工本費200元。再練習一次客家話哦，和愛共簽200元哦。接下來呢，最後一句，當民眾問你什麼時候會辦好的時候，那我們公務人員也許覺得沒有那麼快，之後會用掛號寄給您。那我們可以怎麼說呢？冇按夾，後來會用掛號寄俾您。
好了，会用挂号寄给您。我们来一个词汇一个词汇来学习。冇按家，没有那么快。冇按家，好了。好累，好累。会用挂号，不用挂号，不用挂号。寄给你，寄俾你，寄俾你。我们现在整句稍微慢一点的速度。冇按家，好累，不用挂号，寄俾你。好，正常速度哦，一起跟着念哦。冇按家，好累，不用挂号，寄俾你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单元客语句子的学习，记得多听多练哦。